小亮。大家好，我是圈圈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一贵，我要收看这礼拜的思天补。今尾思天补，圈圈跟他的圈圈很不一样哦，该黑马该。这个是无国界医生用来量非洲营养不良的小朋友的东西。营养不良啊，底黑马该，阿玛莎一位无国界医生咧，跟我来看这礼拜的欣赏你来 V。无国界医生是全世界前下嘅土地医疗救援组织，第1971年成立嘅，一年有超过2万人医护人员，涵盖行政后勤来提供紧急医疗，涵盖生存物资。我哋救非洲、亚洲、美洲、韩国、欧洲以下8万的难民。无国界医生主要嘅目标係无本种族、宗教、信仰、韩国政治立场。为了同天灾人祸、韩国战争的受害者来天数，故所家头唔会接受任何嘅政府资金，係大帮沙比泰中寄付嘅钱来营运。今年5月初，无国界医生亚洲顺便展览来到位台湾，也就听嚟设计者向下来去看啦。现在小记者们位于华山文创园区，要来参观无国界医生的展览《穿梭救援间》。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去看展览吧。思天补 ，Let's go！ 也到无国界医生本人派到70个国家，加上外地搭配帐篷渡空做事，因先来到台湾的暂停帐篷，来看下也到战争现场的医生，係用千家嘅速度来救很多受伤的人。就是只要武装冲突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因为会有很多的大量伤兵进入，那他们的病房就会不够，所以他们会依他们能不能行动，还有就是他们可不可以跟人对话，还有一些简单的回答问题，来看看他们的那个伤重是多么的严重。那像这一位可能就是需要红色的紧急救援的人。这一张照片，它就是刚刚前面那一张帐篷，就是它的内部构造。它有一个有手术室、加护病房，还有一般病房，那他们盖起来只要48小时。除了在战争现场，在穷苦的所在，没有动到受害的声音呢，常常就会本人咬死的。也到无国界医生每日去救家到。在台湾很多都是肥胖问题，但你看这些照片，全部都是因为食物短缺或者是肠道寄生虫所引起的营养不良。他们除了会量身高跟体重之外，还会用这个东西看儿童是否有营养不良的问题。绿色是正常，黄色是轻度，橘色中度，红色则是重度。这些儿童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，所以他们不能吃太硬，会消化不良，所以他们设计了这个液体的东西给他们吃。有一包细细嘅供应量嘅食物，食起来就像饭头粥，就对动物嘅提供需要嘅营养。安尼也条生命呢，将会天天嘅康复。另外，无国界医生还有一个当重要嘅任务，就係標出基線傳染病架下，我去研究，將會一步嘅設備到當地可以伊波拉病毒。要进去伊波拉高危险区的时候，会先穿这个伊波拉保护衣，它里面有一层绿色的手术袍，外面要套上黄色的保护衣，戴上口罩，然后头套，接下来是穿上围裙，然后还有一层护目镜，2层手套，穿上雨鞋，这样进去高危险区的时候就不会被感染的风险。但是穿的时候要照镜子，因为如果你有一点点的皮肤露在外面，都会被感染。韩国唔但唱係整體冇就有傳染病嘅所在，所有難民就可以到也到無國嘅醫生，真正係當時冇也到。刚才就科学期间，圈圈已经介绍了，他手上那个圈圈是要来测量是不是有营养不良问题。那究竟要怎么测量？那我们请圈圈进一步帮我们说明，好不好？量上围的扁，我们等一下会从这里这样穿进去。如果量到的是绿色的，是正常范围；黄色是濒临营养不良，橘色是中度营养不良，红色是垂死边缘。那这一般来讲是所有人都可以量吗？还是要量，比方说有特定年纪的人？6个月以上、5岁以下的小朋友。OK， 为了要让我们对于这个测量更具象化，我们找了一个我们周围最接近这个范围的 model， 我们请 model 进场好不好？
哎，怎么直接走到小亮旁边？她是谁？她是我妹妹小恩。小恩你好，欢迎来。你好，小欧事件部。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小亮帮我们测量一下小恩的上臂？来，现在我们看一下，测量的结果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然后14.8公分。黄色要几公分才会变黄色13.2。好，大家看到6岁的小恩，她超过很多，超过1点多公分，所以在台湾的我们可能比较难想象，如果真的要到黄色，甚至橘色、红色，是怎么样的一个景况？那我们透过几张照片来为大家说明。哎 ，Mark 麻烦一下，来，你们先看到照片，你们看到什么？手指头。手指头，就是手掌就是这样子的。手的虎口。对。Mark 呢？他的手臂非常的细。哦，你看到是手臂。对，因为那是一个身体，然后旁边就是手臂，然后有一个大人在帮他量，是握着他的手臂。我们刚才看一下上面这个公分数后，其实它的那个严重营养不良的程度，大概就是这么大，一个10元硬币，你可以把它缩小到10元硬币的大小吗？差不多这么大吧。对，所以它营养不良的程度是在台湾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。我们还有另外一张全身的照片，对不对？另外一张可以看到说，这个小朋友他非常的瘦，连他胸口这边的肋骨都直接凸显出来。几乎就是我们在讲的皮包骨的状态。那为了今天的专题呢，其实我们也请各位做了一些研究，好像 Mark 跟小亮都有看到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，无国界医生在前线救援的故事，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看到哪一些印象深刻的例子？就是说在北京有一位护士，她也加入了无国界医生，也门那边有内战，去也门帮忙，然后在他们的医院里面1公里外，1天之内就发生了很多起的空袭，然后一发生他们就赶快前往那边去救援，他们就是载活了非常多的病患，他们也有了一个抉择，就是说当觉得已经没救了，对，就不要去救他了，因为资源有限，前线的资源非常少。我看的是同一个护士，她前往西非去一些有伊波拉病毒的地方来去在那边的简陋医院帮忙，临时搭起的医院帮忙去救治这些病患。在那边，她的手指被纸划破了一个小小的伤口，然后就很紧张。像我们在这边，我们手指被划破，我们根本不用那么紧张，就小事一件，放着他自己几天会好，了不起贴钩可以蹦。可是在那边，他就会马上被上级命令，不可以再进入高危险区，而且还要不断的消毒洗手。这让我就是深切的看见这个病毒有多可怕。透过2位的例子后，我们大致可以想象，其实无国界医生要面临很多的挑战。那实际上还不仅如此，究竟有哪一些严苛的挑战等着他们？一起来看这礼拜的6位台天宠。我记得小时候有人跟我说过，能够有条件去帮助其他人，本身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看见那里小孩的死亡率高于香港100倍以上，当时觉得很难过，希望自己到了那里能够做些事情，改善当地的医疗服务。摩西是住在偏远地区的小孩，他因为烫伤来到我们的医院。摩西来到的时候，伤口已经出现严重感染。当时我看到他的妈妈非常担心，只懂得哭。幸好我们及时替摩西清洗伤口和注射抗生素。过了几天，他已经可以出院。如果摩西不能及时来到医院的话，他可能要把手切掉，甚至可能因为受感染而死。我记得有一个患上疟疾的小孩来到医院，他的情况非常严重。Antonio, can you help me to pick the ambulance bed? 他来得太迟，即使我们很努力地抢救，
但最后还是没救回来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很无助，很不开心。可是每一个抢救无效的个案，也提醒着我以后要更加争分夺秒。看睇的前线救援、上头市、机动附近的股，也就是记者媒体28日展览公园访问到一个去过动刀战地的无国界医生张国清哥哥。9月，就是在那个，就是战争已经爆，还有给那些难民营，就是那些难民在那里。我想问你说，为什么你会选择参加无国界医生？我一直以来都想参与人道救援工作。那身为一名药师，我想用我所会的一些技能跟知识，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，就是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例子？其实看到他们能够就是很弱的被送到医院来，然后能够开开心心的跟家人一起走出医院，其实那是一个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成就感。其实我第一个任务出任务到南苏丹，其实是蛮震撼的。之前看到的影像都是在电视机看到的嘛，然后到那真的是看到一些营养不良的小孩，然后真的是营养不良，然后很弱，然后慢慢的接受我们的治疗过后开始恢复，开始能够走动，开始能够玩耍。其实对我来说，那真的就是奇迹了。你这样一路走过，会看到很多病人，那对你的心情会有什么太大影响？当然像刚刚我说的，就是有很多的心理建设。每一次有一些大型事故发生过后，我们都会会坐在一起讨论，说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会有一些分享。就是把自己心里觉得不舒服的地方说出来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还是会有难民，还是会有那么多的战争，那为什么你们还要那么努力的去帮助他们呢？那我们不站出来，那还有谁能来帮助他们呢？我们没办法停止战争，我们只能做善后的工作，那就是这些人因为战争而受伤而受苦，我们就到那提供医疗服务，让他们在有病痛的时候能够接受到一些药物跟一些治疗，能够减轻一些痛苦。那如果我们不站出来，那就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了。到难民营也好，看过饥荒也好，到战区也好，其实你所做的一切能够帮助到他们。那如果还有机会再回去，你真的会想再回去，再继续帮助他们。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那一股热忱。唐太医生的故事，让很多冲击性的画面，唔知你嘅时候对魔鬼界知识有乜嘅感受？来，小亮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是一个无奈的表情，因为已经有像他们那么多人去帮助那些人了，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其实救不活了，所以我觉得很无奈。我选的是开心的表情，因为现在还有人会去愿意帮助那些生了重病的人，而且还会愿意牺牲自己到战场上去帮助他们。Mark， 我选择是惊讶的表情，因为刚看到一张图片，就是那个小男孩他的手臂居然就10元硬币大，像刚刚小恩也量过了，他就是觉得说那边的小孩跟这边小孩都是差不多年纪，但是手臂却差那么多。你看到强健事情哦，3個時我嘅感受所長安排係講你的本等級從1到5級來談你這個感受的這個強弱度。我們來看一下各自的立場。小亮一次就走到底了。哎呀 ，Mark 還不滿足。Mark 也是來到5分。小亮第一個看到他們的死亡率其實還是有50%的時候，就是其實是覺得很難過的。很可怕哦。假設都是5分的你們2位，死亡率50%代表什麼？其中一個會死，2個人就有1個人會死掉。那你呢？為什麼你也選擇5分？你5分的這個驚訝？因為我覺得說，就是跟剛剛講的一樣，他手臂居然那麼細，營養居然那麼不足，那邊一定是缺乏非常多的東西，就是不像台灣一樣充裕，所以覺得非常驚訝，選擇了5分。我選4分，沒有選5分，是因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去投注這個活動，可以去幫助別人。就算你不是醫護人員，你也可以去當後勤人員。所以我沒有選5，我選的4。OK， 看到2位電視挑戰嘅觀眾朋友，也在取想一下，係講有機會變做醫生，以感恩去做魔鬼界醫生。以上是上半場嘅內容，而且細看一下，講之後，看下來緊呢個禮拜社會看世界。
如果一般民众如果小朋友也好，每个人都有手机有脸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看到一些无国界的新闻，就再把它 share 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所做的东西，那其实就是对前线有帮助了。跟住落節目現場，上嚟看到係社會看世界，甚至短相片的單元。來，我們一起看第一張照片。當然，各位仔細看這張照片哦。好多罐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是饮料吗？很多人在，你觉得他在做什么？是，应该是送吧，送饮料，不像是卖，不像在卖。送，那下面有字，看起来像分享。像分享。或什么香？我记得。OK， 圈圈看到什么？我觉得可能是木款。木款，我给你们点提示好不好？在卖东西，不是送哦，也不是分享哦。我觉得我好像知道。第一。来，大家手上有2个牌子。假设你觉得是在卖汽油的，拿台湾猕猴的牌子；假设你觉得是在卖空气的，请拿台湾黑熊的牌子。有2位同学都选在卖空气，是卖空气吗？马克，你要不要从善如流？不是，你觉得他在卖什么？卖汽油。对啊。OK， 你有看过那么小罐的汽油吗？可能吧。有可能，什么东西用的？玩具车的汽油。玩具车的汽油，所以他们觉得是卖空气。来，收回来了。可以感觉。好了。汽油应该不会这样包装，因为它上面应该会写那个有一个那乖乖的标志。3个都一致，在卖空气。当然。耶。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，有人知道他是谁吗？不认识，对不对？他是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在哪边？谁知道？这边哦，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旁边，对，他是中国大陆一个很有钱的大老板。他知道中国大陆的空气不好，所以他就动脑筋想，大家需要新鲜空气，他就把这些新鲜空气、干净的空气放在罐子里卖，所以才会有我们看到这个卖空气的状况。好，第一题3位都答对，很棒。我们看下一题，来，有你认识的人吗？这里面？奥巴马。奥巴马，他是谁？美国总统。其他3位你认不认识？不认识。都不认识哈。你觉得奥巴马在干嘛？玩球。玩球看起来有点像玩球。什么球你看得出来吗？里面有足球、排球还是排球？我觉得感觉像排球。排球，我觉得像足球。足球，圈圈。海滩球。它比较大。我们给你选项，你觉得奥巴马在玩的这个球有什么特别的？是奥运的比赛用球？奥运快要登场了，过几个月，那还是这是一颗会发电的球？这球要怎么发电？你有听过会发电的球吗？来，请选择。又一致。台湾黑熊挺它挺到底。挺到底了哈！你从哪里看出它会发电？这边有颗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那可能电池之类的吧。你说这个橘色的东西，橘的，对，可能是发电的装置。可能。我觉得它看起来真的不太像比赛用球。我公布解答喽，大家都确定吗？台湾黑熊的同学们，他真的会发电。来，大家看好，除了奥巴马，其实这个发电的球是来自一位奈及利亚裔的他的发明家，他希望为他们国家，因为很多地方可能没有电，所以要透过这种简易型的发电装置，让这些没有电的地方就可以自己发电。比方说，可能他就可以提供台灯或提供手机充电。那奈及利亚在哪里？谁知道？哪一州？亚洲。非洲。它在大概这个位置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是奈及利亚裔的发明家。它要怎么发电？它这个发电的装置是在里面，它可能透过运动，球在丢、在踢、在玩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有动能？好酷哦，两用，可以当玩具，可以发电。透过动能的转换，我给你看哦，透过动能的转换，有没有？在玩球的时候 ，play with your soccer， 它就是玩足球的时候，然后它一直移动，里面就累积能量，它把动能转换成电能。你透过这种插电的线、装置的线，就可以帮它充电。你可以装台灯，有没有？它插了一个台灯在上面，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有电可以用，是一个很酷的装置。来，我们再看最后一题，大家都答对。来，这张照片你们看到什么？它写着福尔摩斯。
福尔摩斯。福尔摩沙啦。哦，我想说是侦探呢。福尔摩沙。福尔摩沙不就是台湾的代号吗？哦，还不错哦。它是然后你觉得美丽之岛的意思。他们的表情看起来在称赞台湾吗？还是在有什么线索？这个文字你们除了福尔摩沙，那个鱼下面那个鱼，这是什么？鱼骨头可能是腐坏之类的吧。腐坏的鱼骨头，腐坏的鱼骨头。那你觉得大家在做什么？游行。游行。来，我们用选项来看，你觉得他们在抗议什么东西？是工厂污染，还是渔船滥捕？哎，这个有趣了哈。后面哪一个 We want to live。又有鱼，然后有一个很怪的人，所以是渔船滥捕吗？我想看上面那只怪鱼。你想看怪鱼？我给你看怪鱼。想看上面写的什么字？如何？可以做选择了吗 ？Mark， 你做好选择了，对不对？应该。工厂污染跟鱼没有关系。哎，终于有不一样。哎，换人。你看到小亮换你就换吗？没有，你坚定一点好不好？我在想到底要选哪一个。我再给你因为几秒时间。工厂污染跟那个也有关系啊。那小亮为什么你会？哎，小亮你什么答案？你不要动来动去。这样。确定了吗？好，我决定了。为什么你觉得是工厂污染？你从图片看起来啊，原本看到这个，我觉得可能是工厂滥捕，可是仔细想想，有时候看报纸什么的，如果看到河川被污染，然后大量的死鱼，不就会看到这样的图片？然后再加上旁边那个人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死鱼骨头。你很少看到抗议的人满脸笑容的，我觉得。那圈圈呢？你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它后面不是有一个说 We want to live， 对，渔船滥捕，它不会说 We want to live， 因为渔船滥捕就是给我们吃的啊，所以应该是工厂污染。但你也可以解释，这是鱼在说的、啊。鱼说：“我要生存，不要滥捕了，不要把我杀光。”来，看解答好不好？有人要换的吗？没有。好，太可怕了。当然，工厂污染。这个地方呢，大家看得出来是哪一国吗？蛮像台湾的，因为台湾。这不是台湾会写这不是台湾哦。哎，等等。如果不是台湾，为什么要写？这不是台湾的那个吗？在世界各国都有禁止左转的标志啊。那为什么要写福尔摩？那你猜是哪里？越南。越南。对，因为这边有一个。你看，节目进行久了之后，我们就很小心的藏我们的国旗，否则小屋们就会偷偷看到。没有说是越南，在这个地方吧？这里吗？差不多吧，在这边，好，靠近海边这边。那做乜嘅？佢哋話抗議工廠污染，嗱呢與乜嘅關係咧？向下來了解。排一項下定福爾摩沙其實係台塑企業嘅英文名嘅。越南漢地有行，不過也拜有幾下百生意行上街路，為抗議台塑鋼鐵廠喺越南排放廢水。直至到東東嘅時代，本水衝到海水有200公里暗長，也就抗議漂移項下定係萬日去海水游脱。台塑破壞環境係一種犯罪。雖然現時冇證實係台塑造成嘅，不過越南人已經見來見見嘅。因為從魔鬼界醫生看到以下3個時候，拖嚟記錄人生最出名的相片是2種賣空氣。小亮為什麼要選這一張照片？因為我一開始看到這個新鮮空氣，然後杯裝，我一整個就嚇到這樣，就有點難以想象，他把空氣裝在這裡面就可以賣錢。因為他們空氣很不好啊。那幾乎只要把罐子拿到空氣好的地方，然後蓋起來，然後帶回都市就可以賣。但要運費啊，要人力啊。如果是在台灣空氣很不好的時候，你不會考慮買新鮮空氣來呼吸嗎？可能會吧。也係你寫我顯示天時條件嘅觀眾朋友，可能很多相片，幫你人生最出名要係哪種，就要好好嘅思考。以上就2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。下禮拜六晏午7點半，記得準時收聽。社會思天府，希望大家。其他室友你们2個在看什麼？我們在看實況啊。實況主他們在玩遊戲的時候會有一些反應啊，比較好笑。武秋風的話，他講話會相較於其他實況主比來，他
对于游戏的评价会比较质一点，可是不会到伤害那个游戏。